At the end of a particular tiring day, 喺我成為總會持有權柄人員嘅第一個星期，最後一日要完嘅時候，我嘅公事包滿咗，載滿晒嘢，而我心思亦都圍繞住呢個問題：我點可以履行呢個召喚呢？我離開70元嘅辦公室，走入教會行政大樓嘅電梯。電梯落嚟嗰陣，我只係耷低個頭，茫然咁望住呢個地板。電梯門打開咗，有人走咗入嚟，但係我冇抬起頭。門一閂咗，我就聽到一個人問：喂，你耷低個頭睇緊乜嘢啊？我認得嗰把聲係多馬孟孫會長。我好快咁抬起頭，哦，冇乜嘢。我肯定呢個巧妙嘅回答已經激發起我對自己能力嘅信心。但佢注意到我好勉強個樣，同埋我沉重嘅公事包，佢就指住個天，露出呢個微笑，親切咁嚟到俾我建議：向上望比較好一啲。當我哋又落咗一層，佢好愉快咁嚟到同我講，佢要去聖殿裏邊。當佢向我道別嘅時候，佢離開嘅眼神再一次同我講：而家要記住，向上望比較好。我哋分開之後，有一段經文出現喺我腦海裏邊：相信神，相信他是存在的，相信他在天上和地上有完全的智慧，一切的能力。當我諗到天父同耶穌基督嘅力量，我嘅心就得到安慰。而嗰個喺我無法喺電梯裏邊所揾到嘅答案。由嗰時起，我一直沉思住呢個經驗以及先知嘅角色。我覺得當時嘅沉重嘅負擔，抬唔起頭。當先知講嘢嘅時候，我仰望佢，佢重新指引我嘅目光去抬頭仰望神，令我可以透過基督嘅贖罪而得到醫治同力量。呢個就係先知為我哋所做嘅事。佢哋帶領我哋返到向神嘅面前。我見證多馬孟孫會長唔單止係位先知、先見、啟示者，佢仲係奉行抬頭仰望呢個原則嘅絕佳典範。佢可以同其他人一樣，因為所背負嘅職責而覺得負擔沉重。相反，佢運用極大嘅信心，充滿樂觀、智慧同對其他人嘅愛心。佢嘅態度係我可以同埋我願意去做。佢信賴神，仰賴主嘅而獲得力量，而主亦祝福佢。我由經驗中學到，如果我哋運用信心，仰望神，尋求幫助，就好似多馬孟孫會長咁，我哋一定唔會因為生活嘅重擔而覺得無法喘息。我哋一定唔會覺得冇能力去做我哋召喚去做嘅事，或者需要做嘅事。我哋會被鞏固，我哋嘅生活會充滿平安同快樂。我哋會明白，我哋擔心嘅事大部分都係唔具有呢個永恆嘅重要性㗎。點解喺我哋嘅生活中不斷咁向上仰望係一項挑戰呢？或者係因為我哋缺乏信心嚟相信咁簡單嘅舉動可以解決我哋嘅問題？比如講，當以色列嘅兒女逼到蛇咬精嘅時候，摩西就受吩咐要係豎起一條長嘅杆，上面掛住一條銅蛇。銅蛇就代表基督。如果佢哋仰望嘅話，佢哋就可以被醫治好。但係好多人唔願意抬頭仰望，就係咁死咗啦。阿爾瑪認為以色列人唔仰望銅蛇嘅原因係因為佢哋唔相信咁樣做係會得到醫治。阿爾瑪嘅說話正適用喺今日嘅我哋。弟兄們，如果只要看一眼就得以醫治，你們難道不願趕快看嗎？還是你們寧可硬起心來不相信，寧可懶惰？如果係這樣，必有災禍臨到你們。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就看一眼，就開始相信神的兒子，相信他必來救贖他的人民，並為贖我們的罪而受苦死亡，相信他必從死裏復生。孟孫會長鼓勵我哋要向上望，要仰望神。呢個係紀念基督嘅一項比喻。當我哋記得佢，信賴佢嘅力量，我哋會透過佢贖罪而獲得力量。
就係透過呢個方法，我哋可以由憂慮、重擔同痛苦之中解脫出嚟。就係透過呢個方法，我哋嘅罪能夠被寬恕，我哋嘅痛苦能夠得醫治。就係透過呢個方法，我哋可以獲得信心同力量去承受一切。最近，柯克姊妹同我參加南非嘅一場婦女大會，我哋聽咗一啲鼓舞人心嘅信息，主題就係將贖罪應用喺生活中。之後，支聯會慈助會會長邀請每個人去到教堂外面，每人得到一個氫氣球。佢解釋，我哋嘅氣球代表我哋生活入面嘅一切嘅阻礙我哋嘅重擔、考驗或者困難。數咗3聲，我哋就放走咗呢個氫氣球，或者我哋嘅重擔。當我哋抬頭望住我哋嘅重擔飄走嗰陣，大家都聽到啊咁一聲。將氣球放開嘅呢個簡單嘅舉動，生動有力咁提醒住我哋，只要仰望同想念基督，就會帶來幾咁難以形容嘅快樂。同解開氫氣球唔同嘅關嘅係，靈性嘅仰望唔單止係一次嘅經驗。我哋由聖餐祈禱文入面學到，我哋要一直記得佢，並遵守佢嘅誡命，使我哋能夠一直有佢嘅靈同我哋一齊同在，每日引導我哋。當以色列兒女喺曠野裏邊流浪嘅時候，只要佢哋仰望主，尋求嘅呢個方向，主就每日引導佢哋嘅旅程。喺創世記入面，我哋讀到日間耶和華喺雲柱中領佢哋嘅路，夜間喺火柱中照耀佢哋。佢會不斷咁帶領。我向各位謙卑咁見證，主都可以同樣咁引導我哋。佢今日會點樣帶領我哋呢？係透過先知、使徒同聖職領袖，以及透過我哋喺祈禱裏面向天父獻上我哋嘅心意後，我哋所獲得嘅感受。當我哋捨棄世上嘅事物，悔改而且有所改變，佢就會帶領我哋。當我哋遵守誡命而且努力變得更似佢嘅時候，佢會帶領我哋，而佢亦都會透過聖靈帶領我哋。為咗喺人生嘅旅程裏邊得到指引，又不斷有聖靈為伴，我哋必須要有能聽嘅耳朵同能看嘅眼睛。耳朵、眼睛都要向上。我哋一定要依照住指示行動。我哋必須要仰望，必須要行動。咁樣做嘅時候，我知道我哋會快樂，因為神希望我哋快樂。我哋係天父嘅兒女，佢想成為我哋生活中嘅一部分，嚟祝福我哋同幫助我哋。佢會醫治我哋嘅傷口，擦乾我哋嘅眼淚，而且一路幫助我哋返到佢身邊。只要我哋仰望佢，佢一定會帶領我哋。主是我的光，我有所可懼。一日近一日，主就要來到，給我快樂，我歡暢。求你日夜領導我。我見證，當我哋仰望基督，我哋嘅罪就會被寬恕，我哋嘅負擔就會變輕。讓我哋紀念佢，不要垂頭喪氣，因為就好似多馬萬宣會長所講嘅，向上望比較好。我見證耶穌係我哋嘅救主同救贖主，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